请问渣男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渣男哦，美秀这边是偷食马，嘿，是安怎是偷食马咧？因为马唔是拢一丁啊一丁啊咧，对吧？对。嘿，啊有的马较无乖，就会偷走出去食草。嘿，我是感觉查甫人的感觉就是安尼，所以我这边是偷食马。是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菜花芳，你嘛知影？芳吗？嘿，查某人就亲像一蕊花，哦，啊查甫人就是芳，但是上惊就是一丛菜了换一丛啦。一张菜了又一张。是。安尼意思，我听起来嘛不哩有道理咧。但是你咧头照感觉嘛对哦。哦，安尼就互恁选哦。好，来两队，咱山车选择。必须阿雄，叶志平，来是偷食马，还是菜花芳？好，来咱看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的肉丸的朋友，肉丸的好朋友，你选我是偷食马，是不是？偷食的意思。是。渣男就是偷食的意思。好，唔过咱这个阿庆啊，无安尼想。阿庆啊，加落阮的阿明啊。阿明啊。嘿。因为进前拢有人讲，迄查甫吼，叫因是头花擦啦，头花擦啦，有人讲头花擦啦，所以我想讲，若是讲渣男，可能是这个答案。主要是上个拄仔讲的。想好啊，就是讲哦，你猜了一个，啊，佮猜你佮另外一个安尼。是，安尼你意思讲我讲了无好的意思。不过意思其实是差不多啦。是你的听起来敢若较有道理，因为一条歌吼是安尼唱呀，就蔡慧芳啊。阿姊，你知影我头用歌词？对，我拄有唱过，袂当搁唱啊吼。好，唔过来这边嘛是听你的哦。拢听我。是，你相信阿雄讲的是不是？嘿，较早古早，拄啊，阮有讲一个古早，较早拢有一个菜花菜。嘿，阮看迄武侠小说有无？嘿，菜花菜，嘿，菜花菜就就爱就侪查某的嘿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菜花芳。拄则阿雄讲了足赞吼，因为就是甲查甫人，咱语言内底有一款 metaphor， 就是暗喻，伊甲查甫人。比如做这个芳，啊，伊一丛采过一丛，啊，佮足认真咧采，吼，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这语言内底花是代表较阴性的，就是查某人。另外就是讲，查甫咱可能日，啊，查某的月，啊，查甫的山，查某的海，啊，草啊，佮花安尼，啊，毋过这个马。伊就是咧形容查某的时，可能就是较有迄款一寡迄款性的暗示的对，所以马啦、鸡啦嘛是用来表示这个查某人啊，因为这两个看起来拢足共的，毋过咱就是采花芳一丛，采了又过一丛。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哦，等一下影片内底有一个鹿园，请恁讲出来，这是南投县的什么五个字的所在，你的名。五个字哦，你甲看龙园哦，你南投县哦，什么五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送袂出去，我袂送。好，紧来。好来，南投敢若一个尔。南投敢一个。嘿，第一个字是较特别咯。哇，是毋是会有流浪的？我来做明天，我来做明天。哎呦，伊个流浪阁会使流到离外潭去。剑河山立园。迄个森林。迄个森林。五个字。安尼。毋是。伊会使看樱花。看啊！哦，好来，你九族文化村。哦。对啊，刚刚就九族文族的族。族啊，九族文化村啊。哦。九族文化村。
好，来，老师叫做文化村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爱分数。恭喜你了3千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迄个爱念好哦，九族文化村。好，因为咱原住民家是用一寡原住民的文化，因为咱岛关是一个原住民足侪管市嘛，哈。啊，因家即马九族。即马以前9族，毋过今已经变16族啊，好，所以到变16。啊，过伊个是保存伊原本的名。啊，咱即个所在是伫咧南投县的鱼池乡，所以鱼池迄个所在其实毋是真正足侪鱼池，是因为有一个汉人伫咧嘉庆年代走去遐开垦，啊有真正挖一个足大鱼池，所以就甲遐叫做鱼池乡。啊，遮看烟火真有名，好，恭喜。哦。哦，2位，嘿，爸爸新手，嘿，妈妈嘛应该是算新手，即摆半新啊啦，我几岁？买2岁啊。对啊，迄我会记上古水的时阵哦，但是伊娶某是我的姊妹啊。哦，就好。所以讲你有甲经验分享伊，互因好落啊？有啊，我讲袂当困，拢袂当困，要困紧困。哦，对。我有生的时阵，还未生出来进前。足古水哦，袂当困，会困紧困。害我头早一直误会，啊，叫伊袂当困，一直袂当困，还足忝的，讲惊者。迄暗时因家己拢会起来对无吼？听爸爸。大部分，不过伊2个月的时阵就会困过暝啊。哦，恭喜！安尼其实是好出来呢，好摇的，囡仔好有气就是。嘿啊。嘿，啊你的咧？我囡仔今仔日7点讲，哇，就精神的，对。但是我得饲我无啉，饲啉啦，对，饲啉较辛苦淡薄啊，对。妈妈就是这较辛苦，对，啊，但是但是我嘛是教我。同齐，对，同齐是。不过伊即马暗时也较好落啊，较好困啊，乖乖伊迄个时阵就困，敢没？我爱食恁较困啊，对，我食恁袂使困啊，伊足忝的。即马吼，真正台湾人口愈来愈少，对啊。嘿，希望讲吼，少年爸爸妈妈吼，会当生就尽量生，啊好啊，甲阮的培养啦，嘿，咱国家的。幼儿园呢，愈来愈济，愈来愈济，咱国家就愈来愈好啊啦！好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带因爸爸甲妈妈去倒位佚佗。是，咱即马刷来这影片吼，互恁看伊足水的哦，伊是一个山，啊要照问的是，伊这是中央山脉的起点，伊伫咧咱台湾的什么关呢？哦，台湾的什么关哦？好，来咱请看。水，那会遮水？这应该有印象。哎呦！哦，来，咱敬爸爸。这应该是宜兰关。宜兰关。愈讲愈细声咧。无啦，我是看，遐有一个岛嘛。嘿啊，对啊。看起来可能是。宜兰关，咱用看卖哦。右姐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宜兰关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就3千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影片看完，看阮宜兰偌水。好，来。哦，进水。好，这个岛吼，伊叫做乌岩角，啊，毋过伊是甲迄个中央山脉连做伙，伊毋是孤岛，吼，啊，伊是伊的起头，因为伫咧南方澳，搁迄个东澳中，所以是属于伫咧宜兰。啊，咱宜兰这个所在，伊的名本地咱是柑仔兰嘛，吼，啊，为着听起来原住民的调音感觉爱改较雅化，所以就甲伊变做是。后壁迄字的兰吼，就变做兰，所以宜兰是一个足适合足优雅、文风足鼎盛的所在，所以迄个就是乌岩角，啊，就是宜兰，对，乌岩角。
好来，咱第一题哦。好好来，第一题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是，第一个提示是豆啊，答啊。是把豆啊，豆啊。第二个提示爱做庄，啥物讲啊讲啊讲啊，袂使笑，袂使撩位，上家，唔是第四个麻将，来正确。哦，撩位就是麻将。嘿啊，对，好，咱今晚咱看几秒，46秒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无问题哦。好，过来第二题哦。来哦，第二题有几字？两个字，咱嘛是讲两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伊是补车，互咱的迄大约该食的物件。哦，啊，第二个是东方的鱼卵酱、鱼子酱，吼。第三个汉有绑架有鱼子，不是，来过来。第四个提示啊，什么？正确哦，正确。嘿，等下，咱这燕窝，咱爱安怎讲？燕鹅，嘛是讲阮燕鹅，咱多念真紧，听起来敢若真的燕鹅，嘿，其实是燕鹅，嘿，好来，即马看者几秒？啊是，即马还有29秒哦。哎呦，真刺激哦！哦。上尾啊一题啊，紧哦，速度爱紧的哦。好，几个字？咱第三题吼有3个字嘛会使，2个字嘛会使，恁叫会出来我拢讲。三个字啊，两个字拢会当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伊是牛仔裤的，牛仔裤顶面有啥物？第二个伊来说是迄个金属的，来啥物？正确，正确哦，啊，较大声的啦，够紧张的。好，来，咱就看者秒数。哎呦，还有19秒咧！袂歹。好，够19秒就算够满够哦。是1万9千块。是，恭喜！